这个可盒子硬硬的，可以来做这个乐器，绳子绑好，用这个五金行那个弯钩，五金行买那个弯钩固定好绳线，可以转，调弦，弦可以调紧，为了要让手好拿，这边要有要打开声音才会出来。这个要把喉咙要那个瓶子把它撑开，还不是很紧啊。如果很紧的话，声音会更好听。这样一手拿着，然后就可以弹的声音。看放的地方不一样，声音就不一样。太松的话也是没有好听的声音。这个可以转那个弦线的调紧。用这个刚好凹槽固定的。不是凹槽，声音不一样。可以2条线呢，可以创造像吉他6条线，还有12条线呢。这塑胶绳子里面的细的线，如果怕太细，会用2股或3股，声音就会更大。自得其乐，尤其春天这样自弹自得其乐，心情会好，可以防忧郁，可以赶走忧郁，对肝脏也有好处。春天的肝脏喜欢喜气，欢喜高兴的心对肝脏有帮助。春天的肝喜欢喜气，春生嘛。